Hello，大家好。咁本身咧都冇諗住拍呢條影片嘅，咁但係因為我食咗藥又瞓唔着，所以我最後都決定起身去拍呢條片。咁今日其實主要同大家講嘅係我又中咗 COVID-19 啦。咁其實我對上一次中 COVID-19 咧就已經係2020年至2022年期間嗰段時間。咁嗰陣時都係屬於唔知第二波定第三波疫情嘅。咁嗰陣時咧，我都係一間老人院舍裏面去工作，咁都係屬於一個高風險嘅感染群組嚟。咁直到而家都事隔咗幾年之後啦，今次會再患上呢個 COVID-19。咁對上一次中完之後康復咗之後，其實我都一直都好少去診所睇醫生啊等等。咁最多有咩唔舒服咧，可能都係食下 Panadol 啊，或者啲含服上好素等等。咁我自己咧，今次由星期二咁我翻工嘅時候就覺得自己開始有啲鼻水啦，同埋有啲喉嚨痛。跟住之後，琴日朝頭早探熱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原來自己已經發緊燒啦。咁去睇醫生之後啦，到初頭都係以為一啲普通嘅傷風啊感冒。之後到今朝啦，就再起身嘅時候探熱嘅時候，都係發緊燒喎。咁之後再去睇醫生啦，跟住就姑娘又同我講，就叫我做埋個快測咁樣。做完之後就見到個結果，都係快測嗰度係有兩條線啦。咁之後再睇完醫生之後啦，咁都醫生都證實咗我係患咗 Covid 㗎啦。得知呢個結果嘅時候，我都同我身邊嘅朋友講啦，咁都多謝大家嘅關心咁樣。咁希望之後拍片嘅時候咧，就俾到大家見到我係已經完全康復咗嘅樣子啦。